具遊鼠嘅舞動嘅。原來佢哋要感激遊鼠咧喺田間咧捕捉有害嘅昆蟲㗎。呢個舞團咧喺77年創立啦，到現時為止啦，咁亦都係喺06年啦獲得日本傳統表演侮辱獎啦，07年咧舉行嘅大型太鼓合奏咧打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㗎。嗱，其實咧，如果真係中意聽歌嘅朋友咧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喺香港嘅夏天啊嚇，8月27號至到29號咧，有一個香港夏日流行音樂節啦。咁到其時咧，我哋會雲集人氣嘅歌手啦、組合，以及咧即係用一個馬拉松嘅形式去演出㗎。跟住表演咧就係香島舞蹈會嘅，佢哋今年咧最後一次咧